下一位譚振國議員。好多謝主席，咁我都好高興咧，見到文件入邊咧亦都交代咗北都嗰個鐵路項目啦，都有好多唔錯嘅進展啦。咁當然對於市民嚟講，梗係越早可以開通就越好啦，就係時間唔等人。咁我相信呢，尤其係加快呢個北都建設已經係國家15+5同香港5年規劃嘅共同目標啦。咁其實好多嘅發展呢都會比預計中可能會快。咁鐵路工程呢更加要配合到，先至可以落實到呢個基建嘅先行。咁我亦都要再認同一下咧，剛才講到呢個廣深西部鐵路咧同香港機場嘅連接。咁呢個確實咧可以鼓勵到咧更加多人係使用香港嘅機場啦。咁我想關注一下呢，就係文件第20段亦都提到啦，廣深西部鐵路香港段呢係目標爭取喺2034年完成工程，咁35年呢就同深圳段呢係同步開通。其實中間呢就歷時係有8年嘅時間啦。咁亦都想了解一下落實咗呢個香港鐵路標準啦，同埋成立咗鐵路審批組之後，除咗剛才亦都提到成本可以減低啦，咁當局有冇空間係進一步壓縮呢一個詳細嘅設計啦，同埋建造嘅時間，咁可以提早通車。咁另外政府咧會唔會有啲咩監管嘅機制係防範呢個造價係會超支啦，同埋確保日後嘅票價咧係喺一個市民可以負擔嘅水平？唔該，主席。好，李力光副秘書長。好，多謝主席，多謝譚議員。時間唔等人呢個，我哋絕對同意嘅。咁所以喺呢個廣深西部鐵路咧，或者我哋講講而家我哋整體嗰個規劃籌備嗰度係點先？嗱，其實我哋今次咧亦都係就這個項目咧，特別早期已經同深圳方咧有一個跨界軌道嘅專班做咗。個目的係咩咧？就係確保兩地嘅工程無論係施工方法、時間表咧可以銜接到。咁裏邊咧有一啲方式嘅，譬如我哋文件都有講到啦，就係我哋點樣利用到好啲嘅配合同深方。例如呢個文件講到就係話喺掘嗰個隧道嗰度，我哋用深方有一個單向轉挖嘅方法，由深圳方一路挖個隧道去到我哋香港方嘅流浮山嗰度。咁變咗咧，呢度其實就可以減省咗所謂之前講嗰啲可能換機嗰啲嘅情況，再配合到咧我哋之前另外一個委員會都有講啦，呢個北都專屬法例裏邊有一啲器材咧，如果講跨界我哋呢啲跨境鐵路使用嘅一啲器材，例如一啲可能轉挖機嗰啲咧，其實可能有一啲簡化嘅程序，令到佢喺符合國標同埋符合香港標準嘅情況底下咧，佢可以減省嘅一啲申請一啲許可證或者標籤嘅方法，呢啲都係減省時間嘅一啲方式。另外我頭先講啦，喺香港鐵路標準嗰度，亦都可以無論喺人手、機械設置、建築物料嗰度，鐵路小組嘅審批，全部其實我哋都已經盡量去壓縮呢個時間表啦。咁另外有啲可能再講講呢，就係我哋裏邊特別講我哋希望做到係同步建設、統一營運。個意思就係話呢，我哋第日喺一個高度同深方喺個專班配合嘅情況底下呢，我哋會各自做我哋嘅招標啦，揾到我哋嘅建築商、營運商啦。之後呢，喺營運嗰度呢，亦都會有一個合營公司去做一個營運嘅。咁所以你見到啦，其實我哋無論喺嗰個同深方嘅溝通機制，我哋以至喺我哋嗰個規管架構呢，其實全部已經做咗功夫呢，去令到我哋喺嗰個建築，無論喺營運嘅籌備呢，都可以壓縮個時間，減省個成本。多謝主席。